近期，鄭欣宜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組生活照，又一次引嚟網友嘅熱烈討論。相入面嘅佢，笑容燦爛，眼神透出自信同從容，同以前嗰個喺感情漩渦同輿論壓力度掙扎嘅脆弱女仔完全唔似。佢企喺自己精心佈置嘅錄音室入面，周圍都係熟悉嘅音樂設備，陽光透過窗灑喺佢身上，好似為佢鍍咗層金色光輝咁。呢組相唔單止展現咗佢而家愜意嘅生活狀態，更加令大家睇到佢經歷過人生嘅風風雨雨之後，終於揾到屬於自己嘅方向。而回望佢呢段跌宕起伏嘅17年，真係一部充滿戲劇性同勵志色彩嘅傳奇故事。2008年，對於成個香港娛樂圈嚟講，係一個悲痛欲絕嘅年份。肥姐沈殿霞呢位喺觀眾心中留下無數歡樂回憶嘅傳奇藝人，永遠離開咗呢個世界。成個香港好似被一層悲傷嘅陰霾籠罩住，街頭巷尾都喺度談論呢位可愛又可敬嘅開心果。鏡頭掃過葬禮現場，17歲嘅鄭欣宜企喺人群入面，肉刀刀嘅面漲到通紅，眼淚好似決堤嘅洪水咁唔停咁流，將佢件黑色衫浸到深啲淡啲。佢嗰對顫抖嘅手緊緊咁揸住三角，好似咁就可以揸住媽媽嗰份即將消逝嘅溫暖。嗰一刻，佢嘅世界崩塌咗，失去咗最痛愛佢嘅媽媽，未來嘅路點行？佢迷茫又無助。然而喺所有人都沉浸喺悲痛之中嘅時候，一個驚人嘅消息好似重磅炸彈咁喺娛樂圈炸開。沈殿霞生前留咗份防敗家嘅信託計劃。佢將自己辛苦積攢嘅6000萬遺產設立咗信託，每個月只俾鄭欣宜2萬零用錢，大額資金嘅支取必須等到佢35歲。呢個安排一出就引發咗軒然大波，八卦頭條紛紛指責鄭少秋冷血無情，對女嘅嘅未來唔理唔睬。亦有人罵受託人太摳門，唔俾鄭欣宜足夠嘅經濟支持。但當時嘅我睇到呢個消息之後，內心充滿咗震驚同擔憂。我諗，如果換咗係我，每個月只有2萬蚊，喺呢個物欲橫流嘅社會入面，恐怕連基本嘅生活都難維持，更加唔好講滿足各種消費慾望啦。說不定我都會好似好多人猜測咁，月光，甚至為咗滿足一啲虛榮而陷入債務危機。事實證明，鄭欣宜早期嘅生活真係好似大家所擔憂咁，充滿咗波折同坎坷。喺感情方面，佢好似一直喺度揾嗰份缺失嘅溫暖同安全感，但總係喺錯誤嘅道路上面徘徊。佢曾經同一位韓籍男友陷入熱戀，嗰陣嘅佢好似俾愛情沖昏咗頭腦，成個人都沉浸喺甜蜜嘅幻想入面。為咗討男友歡心，佢不惜花重金買咗紙好貴嘅手錶俾佢，隻手錶嘅價格足以令普通人瞠目結舌。佢以為咁就可以留住男友嘅心，點知呢段感情最終都係以分手告終。分手之後嘅佢陷入咗深深嘅痛苦同自我懷疑之中，身體亦因為情緒低落而迅速消瘦。嗰組108斤嘅相，至今都令好多人印象深刻。相入面嘅佢瘦到幾乎脫咗相，鎖骨突出到好似可以開啤酒咁，眼神充滿咗迷茫同絕望。除咗感情上面嘅挫折，鄭欣宜喺金錢管理方面都犯咗唔少錯誤。佢曾經為咗支持攝影師男友嘅事業，不惜放下自己嘅尊嚴，向佢下跪，祈求佢可以珍惜呢份感情同機會。佢仲賣掉自己名下價值1500萬嘅豪宅，本以為呢係一次明智嘅投資或者係對愛情嘅付出，點知呢筆錢轉眼間就蒸發咗2000萬，令佢陷入咗巨大嘅經濟困境。2019年，佢更加失聯咗1個星期，呢個消息令粉絲們憂心忡忡。後來有朋友喺東京便利店偶遇佢，只見佢頭髮亂到好似雞窩咁，遮住咗大半張面，結賬嘅時候手一直喺度唔停咁顫抖，好似承受住巨大嘅壓力。嗰一刻，
我相信佢真係抑鬱咗。原來有錢人嘅崩潰同窮鬼一樣，都係悄無聲息嘅。佢哋表面嘅光鮮亮麗背後，隱藏住無數唔為人知嘅痛苦同掙扎。喺鄭欣宜最艱難嘅時刻，佢嘅爸爸鄭少秋其實都唔係完全置身事外。雖然多年來佢因為同沈殿霞嘅婚姻以及離婚之後嘅一啲行為一直備受爭議，但喺女嘅陷入困境嘅時候，佢都係默默咁伸出咗援手。佢會喺鄭欣宜情緒低落嘅時候打電話安慰佢，鼓勵佢要堅強，亦會喺經濟上面俾佢一定嘅支持。雖然唔多，但都令鄭欣宜感受到咗父愛嘅溫暖。然而，鄭欣宜內心深處對爸爸嘅感情係複雜嘅，佢既渴望得到爸爸嘅關愛同認可，又無法釋懷父母離婚帶嚟嘅傷害。呢種矛盾嘅情感，令佢喺面對爸爸嘅時候，總係顯得有啲拘謹同唔自在。而鄭欣宜嘅家庭情況，除咗父母之外，佢嘅成長過程都缺少咗一啲親情嘅陪伴。沈殿霞因為工作繁忙，經常四處奔波，唔能夠時刻陪伴喺女嘅身邊。鄭欣宜從小就跟着保姆生活，雖然物質上面從來唔匱乏，但精神上面卻經常感到孤獨同寂寞。呢種成長環境都喺一定程度上影響咗佢嘅性格同人生觀。佢渴望被愛，渴望得到關注，所以喺感情入面總係容易迷失自我，為咗迎合對方而不斷妥協同付出。不過，鄭欣宜並唔係一直沉浸喺痛苦同挫折入面無法自拔，佢就好似一顆頑強嘅種子，喺黑暗嘅土壤入面努力扎根，等待住破土而出嘅嗰一刻。2021年對於鄭欣宜嚟講，係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嘅年份。喺佢35歲生日嗰日，佢發咗條 IG 動態：我35咗，錢可以動啦，但先唔動。配圖係佢喺錄音室入面嘅相，此時嘅佢已經肥返20斤，雙下巴都透住光，面上洋溢住自信同從容嘅笑容。呢條動態一出就引嚟咗網友嘅熱烈討論同點讚，大家紛紛為佢嘅成熟同理智感到欣慰。我當時睇到呢條動態之後，都喺下面評論咗句姐姐穩住，點知佢居然回咗個愛心，呢個令我感到無比驚喜同感動。從嗰以後，鄭欣宜好似換咗個人咁，佢開始專注於自己嘅音樂事業。佢深知媽媽留俾佢嘅唔單止係嗰6000萬遺產，更加係一份對佢嘅期望同信任。佢要用自己嘅努力同才華，證明自己唔係一個只會依賴父母嘅敗家女。佢每日都會早早咁來到錄音室，認真咁練習唱歌、創作歌曲。佢對每一個音符、每一句歌詞都精益求精，力求做到完美。佢嘅努力冇白費。後來佢嘅歌曲《Greater Force》獲得咗金獎。喺頒獎典禮入面，佢哭住喊：媽媽，我做到啦！嗰一刻，無數人為之動容，我亦跟住哭成咗狗。原來真正嘅遺產唔係嗰啲冰冷嘅數字，而係媽媽俾佢嘅嗰句俾你重嚟嘅機會，係嗰份令佢重新站起來、勇敢追求夢想嘅勇氣同力量。而家鄭欣宜每個月仍然領住2萬蚊嘅零用錢，但佢並唔似以前咁揮霍無度。佢將剩下嘅錢交俾專業嘅經理人進行投資理財，令5000萬好似滾雪球咁越滾越大。佢偶爾會接一啲商演，但價碼並唔高。佢挑選商演嘅標準好獨特，先睇有冇合唱環節，因為佢喜歡同別人一齊唱歌嘅感覺，嗰種喺舞台上面同其他人默契配合，一齊演繹美好音樂嘅時刻，令佢感到無比幸福同滿足。除咗專注於音樂事業之外，鄭欣宜都好熱衷於公益活動。佢會定期去安老院陪肥者嘅舊友們聊天解悶。每次去，佢都會拎上自己親手烤嘅菠蘿包。啲婆婆們睇到佢，就好似睇到自己嘅親人咁，會輕輕咁摸佢嘅面，講：
你媽咪當年都係呢個味。每當呢個時候，鄭欣宜就會笑到見牙唔見眼，嗰笑容好似春日裏面嘅陽光咁，溫暖又燦爛。佢用自己嘅行動傳承住媽媽嘅愛心同善良，令呢份溫暖喺世間不斷延續。我曾經仔細算過一筆賬，以鄭欣宜而家嘅資產同投資收益嚟講，佢如果而家收手，光食利息都可以月入10萬。但佢並冇選擇安逸嘅生活，而係依然堅持寫歌、唱歌。佢講：我想唱到聲沙啞先停。呢句話令我感受到佢對音樂嘅熱愛同執着。佢唔再係為咗金錢而唱歌，而係為咗實現自己嘅夢想，為咗表達內心嘅情感而唱歌。佢用自己嘅歌聲傳遞住溫暖同力量，感染住每一個聽眾。睇完鄭欣宜呢17年嘅人生經歷，我深受觸動。返到屋企之後，我毫不猶豫咁將餘額寶入面嗰3萬蚊轉咗成定期。當然，我並唔係要學有錢人做信託，而係想學肥姐嗰份用心。佢深知直接俾女嘅一大筆錢，可能會令佢迷失自我，陷入慾望嘅深淵。所以佢選擇先俾女嘅兜個底，令佢喺遇到困難嘅時候有一個保障，再俾佢自己去撞牆、流血、長疤。喺呢個過程入面，學會成長，學會堅強，最後長出屬於自己嘅盔甲，勇敢咁面對生活嘅挑戰。畢竟留錢唔如留底氣，留底氣唔如留一條隨時可以返屋企哭嘅後路。鄭欣宜嘅故事就好似一盞明燈，照亮咗我哋前行嘅道路。佢令我哋明白，無論生活入面遇到幾大嘅困難同挫折，只要我哋唔放棄，勇敢咁面對，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境，迎來屬於自己嘅輝煌。同時，亦令我哋懂得，真正嘅財富唔係金錢同物質，而係親情、友情同愛情，係嗰份令我哋內心感到溫暖同滿足嘅情感。願我哋都能夠好似鄭欣宜咁，喺人生嘅道路上面，勇敢咁追求自己嘅夢想，書寫屬於自己嘅精彩篇章。等我哋一齊期待鄭欣宜更加美好嘅未來，亦祝願佢能夠一直幸福落去，喺人生嘅舞台上面綻放出更加耀眼嘅光芒。